来看宜兰有一个桥倒摆的查某人，因为冲黄灯，结果互一台冲红灯的车撞到，人飞出去哦，也毋过加载是无性命的危险。而警方伫原来极大危险的路口已经有设科技执法的系统，短短4个月开红单，甲设备的成本拢赔回来咯。都有民代批评讲，政府根本是在抢钱。也毋过警方是强调讲，科技执法确实有减少车祸的效果。这个查某人骑车经过宜兰市新兴路甲好无路口冲黄灯，煞互另外一台弄红灯的轿车撞到。伊伫空中并一连了后落落涂骹，这个画面互人看到真正会惊。好佳在伊敢若受伤，无性命危险。那个机车的号志是黄灯，那另外一边汽车的号志，我们在后续再做详细的厘清。那本分局也在此呼吁。驾驶车辆应遵守交通号志之管制。为了避免类似违规、致使严重车祸意外，宜兰县去年11月开始，伫原来10个开发生事故的路口，专门实施科技执法。根据警方的统计，科技执法设备用3409万。去年11月到今年3月，全县科技执法的设备估计开出3245万，设置成本差不多已经回收。不过部分民意代表批评科技执法，拢敢若掠超过线的小违规，搁因为无路货区这个配套。影响路口商店落货，根本就是伫咧抢钱。机车到着线，就要讲处罚。我是感觉讲吼，这应该爱去慎重的去考虑。不过有一寡民众也是认为科技执法设备实在有必要，因为对用路人的安全甲行车安全有真大帮助。这个其实对不管用路人的安全还是行车安全，其实都有蛮大的帮助。这个设备建制之后，建制启用之后，除了教育民众遵守交通规则外，另外也让节省的警力能够更有效的投入其他勤务中。警方表示，科技执法到即马启用头一个月执法总件数有9475件，到今年4月已经降到6403件，下降32%。另外，事故件数也比去年同期降38%。设备建立了后，除了教育民众遵守交通规则，嘛会当维持行车秩序，呼吁民众爱遵守交通规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